来关心南投县保罗溪社区大学德工益教学团队，因展开社区花卉活动，伫个草屯啊，甲即个长者互动，教大家来去做传统的竹编的作品，嘛透过亲手来做啊，体验着促进身心健康，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闹。活动内底，老师教示大人用竹米仔做实用的作品。过程内底，唔能训练老大人的专注力，学习记忆变好，嘛较袂快乐。双手运用，手脑并用，防止老人痴呆这样子。竹它是天然的，不怕你就算用一用不要了的，也不会污染到大地。因为竹仔是环保饮食的材料，保罗溪社区大学德工艺教学团队来到草屯艺术社区，来教示大人做环保的作品。这个是台湾话讲的大竹日讲，谢谢竹编老师，和阮在老人家，欢喜啊。德工艺教学团队讲，日后会继续推动传统工艺教育和社区的关怀活动，让是大人食到老、学到老，人生袂无聊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